行政院咧推动1200块800几套的通勤交通月票，也有中南部的方案，嘛拢已经规划好势啊。确定为7月初一开始就会当正式使用。那目前除了金门、马祖地区无提案，全国各有9个县市月票的方案，嘛拢已经提报去伫中央来初审啊。桃园的通勤族透早坐客运来台北工作读册，家人双北桃园生活款的通勤月票专案，定价1200块，比目前双北1280块月票的价效更较俗，适用的运具更较侪，不少通勤族拢计划要用。我住桃园嘛，然后想说桃园来这边，就是火车好像也可以算在1200里面，这样就对我来说很划算。这样会考虑啦，对，如果说之后使用频率这个部分使用频率高的话。交通部伫7月宣布通勤月票 T-Pass 上新的进度，北中南3大生活圈票证系统整合得要完成，确定7月要实施。家人双北桃园月票定价1200，适用捷运、轻铁甲台铁、客运甲公车，也有公共自单车。台中中华南投的月票，台中市民699块，毋是台中市民999块。台铁甲公路的客运、台中的捷运、市区公车、公共自单车嘛拢包含在内。若是南高屏月票定价999块，除了陆上的公共运输、渡轮嘛适用。3大生活圈11县市的月票，拢会当伫各捷运站购票，也是加值。另外，伫桃园新店苗栗的生活圈、台北宜兰的生活圈、花莲县、台东县，拢已经提报方案到中央，也搁伫咧初审阶段。各大生活圈送来的其实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案，那原则上就是说，我们都还是在这个3年200亿元的这个预算额度内。如果是整个它超出我们的这个预算的话，其实我们会另案的再做相关的一个处理。交通部表示，月票实施了后，会精算各运具补贴金额，各变动检讨利用率甲效益。今年是先用特别预算来支应，若做月票试办的效果良好，未来会搁找财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家人的